这个要问下乔老师，允许我的基因影响你的基因吗？林姐说你是透明体质。透明？我确定光线不能穿透我。好冷哦。所以我怎么透明了？就是很奇怪啊，之前你进进出出我家1个月都没人拍到，老家 KTV 也是那么多人，居然都没人爆料。后面这个，我倒是知道为什么。佩佩把在场的人拉了个群，给每个人都发了红包。真的？他都没跟我说啊！我去把钱还他。好感动。我给过了，一开始他不想要，说你送了他很多衣服，不过很快想通了，觉得不能便宜我，还问我要了他的封口费。就说他那天为什么奇奇怪怪说他挣了500块。他说以后当成礼金还给我们，我觉得很合理。用了多少红包呀？差不多半个月工资。这么多啊？那还不如爆料算了，多亏啊。那以后从聘礼里扣。我背剧本了，拜拜。好的男朋友是不会打扰女朋友工作的。好的男朋友暂时不提礼金的事儿了，行吗？那你乖乖的别出声，我背剧本了。嗯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写信。嗯。于小强，今年17岁，上海市某中学高一学生。由于请帮他补数学课的同学吃香酥鸡，意外中奖，获得暑期飞往火星旅行的船票1张。这什么啊？答应你的火星移民，你忘记了？为什么还有一个主角啊？于小乔？说句太枯燥，假设有个主角，用他的视角描述我，你可能会觉得有趣点。太辛苦你了，你把我们俩的姓拼一拼，这个名字取的也太随意了吧？随意吗？火星移民还很遥远，所以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后代，有叫这个名字的可能性。好，那你好好写信吧，我背剧本了。一会儿要聘礼，一会儿又是后代。哎，道理我都懂啊，但为什么他还要人补数学啊？他没有遗传到你的基因吗？这个要问下乔老师，允许我的基因影响你的基因吗？你还要不要人背剧本啊？一坨！